看到我车子停在央弄，所以过来找我了。现在看不见那个村子。哦，看到一点点，看到吗？在河对面有一些房子的顶。这个村子在外面是看不见的，它隐藏在最深的地方。当然不仅仅是这个村子，上面还有一个藏得更深，在外面根本就不可能看到有人在这里面。这里原来没有桥，就是一个卡车底盘，现在搬到那边去了。原来过河就要从前面那个河里面过的。呵呵。你好，姊妹。干嘛走？这是姊妹。啊，这做什么嘛？就是。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来了？啊？啊？干嘛走？真的个。高兴。那个慢慢。哪里？这不是这个。慢慢走。慢走。干嘛走？干嘛走？这是这嘞。这是阿姐了。阿姐。强爸爸吧，这里有。
哦，不敢了，说了，人这么高的。真的，真没不高兴的。你看，他也知道。真的。老你来的时候，我们上那个打回去。这是老书记，我们认识很多年了。然后今天来了，我碰到了他，跟我一样做手术了。我的手术是微孔的，他也是这样，所以我们两个同病相怜了。现在我们两个，我们两个一样，一样。一样。所以今天我到这里来，刚才在羊笼睡了一会儿，太累了嘛，现在可以了。羊都回家了，今年的羊特别多嘞，看一下这里。那边还有几百头吧，大过深山的羊，怎么样？长得很漂亮吧？剪完羊毛了。这是挤羊奶了，现在只有山羊奶了，绵羊的已经挤完了。这个是谁 ？Hello， 雨蟹。这里就是达国山脚下面，人们在这里生生不息，然后他们生活的实实在在就在这里，但是这么漂亮，他们每天生活在这里面就不感觉到。这里的老百姓，我们全部认识，都是很好的朋友。我今天到这里，第一个就看到他们大家都非常亲切和友好。现在挤羊奶都挤完了，大家都在放羊了。全放完了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那也不走人了。刚挤完奶，大家都小歇一下，说两句话。在这里。
어떤 메타 통기 너와 있네. 뭐뭐를. 알았잖아. 한번 남자. 아무. 아무. 용도로도.他们把羊赶进羊圈，明天就要把它赶到另外雪山上面去放羊了。明天刚刚七女就要去放羊，到那里去，到这里离这里可能有10几公里吧，那个山上面去。有了吗？有牛粪，那这样弄的话忙不来。是，真的吗？真的。哎呀，mambo你都怕了嘞？这年少些，他，俺那个妈的，把你，Tugla.来，大家来一给。哦，笑什么？啊，等下你。东江你几是？你吃完了没有啊？啊，吃完了没有？现在没吃。吃吧，中。推进去。这里是强巴家里，他们夏天有1个月可能住在这里吧，然后放牛、挤牛奶、羊奶都在这里，也属于他们的夏季牧场吧的一部分。啊，我吃完了，我方便面吃了的。什么时候做的嘛？这个？今年做的，还不错的，人也不多的。谁放羊去了嘛？鸡。嗯。鸡。鸡。那怎么不请我们进去做？怎么？
老师开了会，你看没给你？我还没过嘞，我还没过没关系的。你当，你当。哦，这两个是一起的。对。哦，阿根在不在嘛？阿根没有。没有。Hello，过去聊天不对。你还认识吗？不认识嘞。哎，还没过嘞，那麻烦嘞。哦，这是你们自己做的吗？还是村里面给你们的？村里给的。给的。对。给很多钱吗？这个要？哎呀，不知道。啊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哦。里面进的。哪个里面？这里面，这里面，这里面，这里面。OK。谢谢啊。谢谢。这都。昨天开会你们说什么嘛？考试。考什么？共产党是什么时候成立的？对对。啊，中国是什么时候成立的？中国。49年。共产党呢？共产党是什么时候？7月1号。啊？7月1号。哇。日本，是不是考这个嘛？对。你该挣钱了，讲了。他们为什么叫你们考这个嘛？为什么叫你们考这个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，什么呀？家里条件有点不好，这些来着。然后这个教育局来的时候也要问，为什么问我不知道。哦，教育局来的时候要问。那你们回答不出来的话，那就不行，对不对？对。哦。这是，那我知道了，他们问我嘛，对不对？这是童家。不认识吗？不认识。童家，不知道，他爸爸可能你们认识吧？他爸爸可能认识。他是原来出卖的，现在在公鸡部，查子也在过，因为他爸爸3个乡里面到处跑嘛。啊。你记住。那走了才了呢？不是。就是放羊。对。我上学也不去了。那怎么办嘛？啊。你妈妈愿意让你在家里待着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以后准备做什么嘛？以后。继续。放羊。啊。说过来听听嘛，那无所谓的嘛。家里条件不好跟考试有什么关系嘛？啊。这个他们要。考完了才会给钱嘛？没有。说嘛。
那是可以。上一次来的时候问他们，钓鱼机来的时候怎么办？说，哎呀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呀。想办法说嘛，你读了那么多时间的书，不会说的很麻烦的。怎么了？没看我们，不知道。那你大概就这么，大概就不错，就不，就不能就不错。就办，来办没错呀。觉得人就是没的。那是。不是啥孩子，我也知道。这放手机，我看看呢。是吧？衣服里面洗的那个好像是可爱的，就是。一个人就把这洗都看得了，洗的。我这个东西一定就，那就是。不是，哎呀，那么多真没包，咱不是，没包嘛，他。그 발에 쌈바这样可以吗？他怕灯照了。今天他们肯定到不了吧？对。家里，到不了。今天想到那个大姑山那个。那叫着了。他们是大号的到，大后天到哪里？家过。嗯。他们家里。家里。
是他们到南村吗？是他到家过？他们到了，他们到了，明天他到了，对不对？明天，对，你看这明天说什么了？到明天好点到。不是，明天到不了到了家过？结果呢，他们走了。那我们一头的走过来了。来不来？他们早晨起来整理东西了，一个在涂防护的东西，脸上，他们都整理东西了。哦，牛在那使用。干手，没走。你厉害了，你快的嘞，这要不得的。这个有那走用，先打个响钟呢。低一点，低一点。这响钟。哎，你问一下他们油有没有？好。箱里面有的话我们就去。我那做不低，那我马上。那个鸡。他们是转这个神山的，转山转湖的。昨天住在一起，今天他们要到乡里。等一会儿，稍微等一会儿，等到他们快要过水的时候，我们去拍。然后站园林也那个小的羊也不，哎，小心，不能碰那个东西。最后把盖子打开，否则的话我们。他们捡的牛粪准备烧水。有直径。有直径大，不烂的。
那小这样嘛，你这个不会。对了，你想了，你这啷个这个带的？没别的这是不是？这周围带到这个，这多了就多。那个什么多的在里面都，也不能按照。没得可吧？没得。你那个多了去。没对吧？没有看嘛了，看没得，啊对吧？大家伙不能看没看。这你看小玩意，没有啊？你怎么能搞吧嘛的？啊嘛到马上看你这里带了个中秋了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小什么呢？他帮他们贴的看那个。他主要，他咋忙的？好，那主个。对了，都给他们家吃的，叫。多嘛看你，这个地方有，看这个就多了。啊，就大个的去，看啊，这么，这一能提呢，当地呢，这么快。这么活着的。你那这里人呢，看的，看了的看就，都快点着呢。找这个事情。这也够头的，这都快你大了，他看了。这个有点也，多长了？这个老人家过去。你是这。这个是松了，没啥，到这里快了，他就快点出去。你没啥子，看你看你，看。太少了吧？你拿我的手机拍一点。好吧。那啥，现在到了，这个还是，这是个东西，还有肉。咱妈这是什么什么？咱妈这都，哎，不是，哎，不是嘛，不是，呀，一不知道。我们今天护送2、3个
转山转湖的女士们去一个地方。现在他们的行李装在我们的车上，然后他们在前面走。